面对新冠疫情，现在各行各业员工上班拢会挂嘴暗，有时阵几工落来，难免心情会郁卒。台南市议会伫咧去年大约这个时间，嘛特别开辟一个休闲农园，提供议会员工来种植散心。想袂到一冬以后，不但蔬菜采收滚啊轮，就连水果、百香果嘛结实累累，甚至连酸仔愈合包拢有。伫咧防疫期间，提供议会同仁来放松舒压。防疫期间呢，我们工作同仁呢，因为遵守整个防疫大家精神都非常的紧绷啊，而且都压力也蛮大的那当然是因为现在有提供的一些场所，包括让我们管理一些的舒心的地方。那当然是因为现在有那个育儿包啦，真的很漂亮，长得今年也结了蛮多的果实，还有木瓜啦，也果实累累，甚至那百香果呢，都非常的结了很多颗看的话至少让这个心情轻松一下。像那个育儿包，你一定要到山上看到育儿包，到台南市医院就可以看到了啦。结果蛮累的啦，那一些的这个百香果呢还在成长当中，木瓜也一样啊。那未来还有木鳖果，真的很难见到。虽然这个地讲大无大，不过真适合种攀藤咧。不但大坪啊，而且佫提供职员来分组任用。对过去种金瓜、菜瓜到现在，佫种百香果、茄仔等。另外，佫有木瓜树，甚至连木鳖果拢有。议长表示，只要职员利用工作之余有付出，就会用有收获。台南新闻因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